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四言白话语文嘅研究。第10集，每一集呢都有一篇文章。今日嘅重点係常用破音诗，共268诗。嘅第二部分，課文一詩一語對照錄音，第98篇。希望各位鄉親大家有閒時間多多看下嚟客家嘅語文到底係樣啊，安尼嚇。所以有關於破音詩是詩音、詩形、詩意嘅3方面啊。從咩感覺到講啊？確實會重要。客家嘅語文同一個華語一樣喎，可以講得係由於一個文字數量嘅不足啊。使用方法就像歷史地圖裡嘅假借、假借、模圖、專注一樣啊。用相同嘅文字以不同嘅語音來做表示，變成詩意，這個詩嘅意思係傳遞這個語意、詩意、語意一個不一樣嘅所在啦。所以造成了破音詩嘅出現了，所以各位鄉親大家10萬年之內，將我哋客家詩有語就有詩，有語就有文，一個長度安尼嗬。所以過去所講啊，有語無文，有語無文便是梵啊，所以全世界嘅梵族都係無文詩哦。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嚟提升客家族群嘅一個文化文史嘅水準安尼嗬。好咧，以下嚟同大家提供破音詩嘅第4部分啊，兩音嘅破音詩，也就會講啊，一詩有兩音，一個樣嘅圖。第一個呢，國語是生出來的生啊，客語呢就是講生嘅生理明白嘅意思。第二呢就是存存出來有存嘅意思啦，個存錢嘅存啊，一個就生長生。第二呢占關於講占啊，第個意思就是第個音嚟講，字暗占啊，占就前占嘅占安尼嚇。第二占連嘅占啊，占位嘅占啊，占位嘅占一個嚟占位嚟錯啊。第三阿伯的伯，依個詩客嘅話呢就講啊伯阿伯啊，最重雜就種阿伯啦，一個伯婆安尼嚇，伯婆就是個伯祖母哦，個祖母。第二呢就是太北道嘅北，態度非常嘅驕傲，太北道啊。第四人就是連一個人視頻做個連嘅，也讀第10詩讀連啊。一個連呢就是古讀嘅意思，我就做戲嘅演員個連啊，連人啊。第二呢就是人就是人理嘅人啊，人理嘅人。所以清腔嘅樣嘅，人理哦，就是乾乾淨淨的意思哈。第5呢，撇，別，關於講別啊，我哋客家話呢就講撇，分撇啊，分離一個撇散嘅撇啊，一個撇人嘅撇。第2呢，撇，破一撇啊，這個分撇一個音。所以撇有兩音，一個撇一個撇一個音。第6呢，這個吝嗇的吝啊，一個客家話呢有兩音，就是吝嗇的音，吝嗇啊，佢保庇用嘅呀，吝嗇啊。第2呢，這個壓擦的壓啊，壓擦東西本然做到壓擦啊，一個壓擦的壓。第7呢，烏一個咗的口呀，嘅讀壓，烏嘅文讀，烏啊，烏教啊，
个无教无效哈，我的学校无效。那个第二呢，读雅也是有一个改过来的，就是讲我的就是个雅啊，你的就是雅，他的呢就是假，男朋友讲雅，安尼哈，爱福卡哈，爱嘅福卡安尼。第八，否定的否，客家话第一个是叫否，即关于讲嘅否极派来嘅否哈，否是挂名，不挂嘅挂名有个否哦。第二叫做 fail 啊 fail 是不然的不 fail that 啊是否啊是不是啊？也个是否则是不是否？第九这个全员系可以讲员，个全其一安全用在来说啦啊，是全能啊全是。第二呢就是个全调嘅时间呢，一个全调哟，唔是调哦，按叫做cái ngô cuốn啊，với全言咯，với全言嚇，一個全同全有兩言，天濕一個罕有的罕，個嘢罕有的罕，個鹹再一種鹹乜就種鹹嫩啊，一個這個鹹，叫做鹹和暗鹹嚇，一個鹹呢有客家話有兩言鹹同鹹嚇，鹹睇一個最對嘅鹹嘅木字噃，哦鹹嘅木字嚇，一個就鹹嘅木字，就這個木字呢帶呢木字嘅意思啊嚇。第11，垃圾的色啊，一個是呢色嚇。第10我做嘅東西啊，第二呢圾就是垃圾是不乾淨的意思哈，也叫做垃圾的色，我哋客家話有個圾同圾有兩言，意思也冇相同哦，破音是就係安尼哈。第12個一鋪啊，個加下一半呢就變成壞嘅哈，鋪就是小袋。路呢啊，一個一袋式嘅一鋪式，和北部鄉親講一鋪式，嚇一袋式嚇。第二呢，排就土話講啊，唔似少係個土啊，就泥排一個泥排同泥排同排上嘅排冇相同啊嚇。好，也就是有鋪一鋪嘢一鋪式。一排土嚇，第13個鴨風嚟嘅鴨嚇，兩邊加力是指向下嘅樹鴨，鴨呢有套夾呢嘅夾嚇，本東西夾到嘅夾啊嚇，作嘅響個夾當然啦嚇，一個這個夾有兩言，夾樹嘅夾。同夾本東西夾到嘅夾，個一鴨夾係呢。第14呢，這個徛，一34片做個指出的指啊，徛個過山的意思啦。第2呢，這個徛，這個頭都講起哦，起個第2就徛就寫係為個聰明能幹嘅樣式，個徛個啲規定怎樣嘅啊？個徛啊，個起啊，一個起34片做個指出的指，呢山當個是山，底下是歡迎你，也就是小聰明嘅意思啊，就是起啊，第5弄呢有個弄哈，弄呢烏昂弄呢翁弄啊弄啊，就是呢弄一個南個農場，做泰國人農場哈，農場哈，一個用8次勢力嘅作風噶，作為啊，個太陽嘅哈，一個做個農
农田啊。第二呢就是农呢就做起嘅，以树避开了本人的无有嘅事个，跟这个农年来，农所是农非嘅农哈，所是农非嘅农嘅农同农冇相同啊，农田做太讲嘅，农所是农非嘅农啊呢。第17那个忘记的忘就唔记得咧，忘記嘅兩個需要，忘同忘嘅一個言哈。第18嘅材料的材，這個材料嘅材哦，啊材一個乾菜嘅菜。第二呢，菜嘅數目嘅一節啦，就係菜甘蔗一節，就係菜甘蔗。所以個菜是有菜同菜兩件。第二呢，第12雞就是金雞嘅意思，金雞嘅意思啦，金雞哦，雞可以雞同雞嘅兩個用的是，基督徒人家嗰個過神嘅啊，做雞嘅咯嗬，做雞嘅雞同雞嘅兩件。第20。抵抗嘅抗，要講啊抗，就個猜想嘅意思啦，抗敵啊。第二呢嘅抗拿風來啊，一個要兩個音要做得抗同抗那個好大下嘅詩啲都啲圖，有啲人睇雕牛啊，全能嘅全就是我公為全義咯，雕嘅全雕咪能查控到啊，失雕嘅能查控到都保對嘅啦。所以頭排有一句話，雕邊出，雕唔拉咩為失，雕邊強，雕到水桶嚇，一個就土地都嚟說明嘅地方。第5兩件嘅破音詞。第一的扶持的扶，是個普哈，個普出個古音嘛，讀古音，個講啊，另外個普同扶啊，扶你嘅講乜嘢？扶你黑人嘅，就扶也得扶哈，一個互相嘅扶持嘅意思。第二一個。那要牛哈，牛有數字嘅，那牛咗呢，將佢牛咗呢，牛產哈，一個牛呢要讀牛到嘅，本經產牛到嘅，沙到嘅同牛到有冇相同啊？牛同沙同作到有冇相同啊？好，一隻嘅所講啊。一個牛要讀牛同牛兩語嘛嚇。第3一個批評的批，也都講啊批評的批啊，一個箴言假評啊批語啦啊。第2呢就是講啊別用數別大啊別最高啊別最高，一個就別同批嘅兩語。第4抓個嘢講抓。個渣用數字渣頭那麼，渣頭唔那麼，啊，個要講啊，一個渣權同頭都所講嘅農權係是差唔多啦。第2呢就講啊，只拗造，嗰個要讀造樣哦，造樣啊，這個抓要讀渣同造一個兩個字。第5呢？變更的更叫做更啊，就再一次嘅意思啊。更個更係更嘅更啊，更也分為更哦，中更特別中更談嘅時候，更鋪出嚟嘅哦，從更從也親咯，個更一個更從更也親哦，有個更果有一條果嘅哈。第6結束的數。一句話呢，客家話有四惡索，一索向嘅索嚇，索叫嘅索。第2呢，
事务所哈，也就是说啊，一个约束空域咯，约束嘅束哈，约束嘅束同一個一扎一索強嘅索，叫索同束兩字嘛哈，約束提前充沛的沛，破一批批啊，就是水果體嘅意思啦。派破愛派一個要讀派，批同派兩字，派是果體嘅意思。客家話講啊，佢澎湃，佢澎湃。澎是古音，豐富、豐沛、澎湃啊！作为车请澎湃哟，哈，豐沛的意思哈。那个沛有批同派兩音，第八个種子蟲仔，雌翁蟲也3點水個種嘅，一個蟲眼的。第二呢，就是種，用水種行那個種，蟲用個蟲過去蟲，文水種到嘅種有兩音啊。第九，這個行和行呢，也可以多水嘅意思啦，也可以使用哈，水多樣式。行呢，行寫一起嘅行，咁樣都行寫一起啊哈。好，第十，那個災難嘅災，也讀自愛災。第二呢，自愛財，讀在風災、颱風嘅意思。財同災有兩個字。好，再看個第11，救，拯救的救，救個有救，哈，救中醫嘅片名。有讀乜嘅咯？救係針灸啊，針灸哈。一個有兩音，一叫同叫一個兩音哈。一個再看第13，當得安當，乜做當嘅當，蒙視頻做個等，但是第二呢，得安當啊，當嘅另外一個音要讀當啊。第4一個嘿，也是喉嚨音啦啊，一個。乜嘅口呢？個口嘿，有兩個音，喉嚨音是嘿，嚇。客家話講呢，一個交通管理呢，喉嚨話到交通管理嘿，嚇。好，第15，嘅芒花到芒到苗花苗到第3堂，一個係香啊，國學嗰個毛啊，寫芒種啊，苗種啊。一個5月嘅季節之一，第二呢叫做芒啊，好，也就是芒字有苗同芒啊，也兩字麼？第6呢，沏茶嘅茶，茶是有讀雞，個讀音，雞麻泡，嘅唔好講雞麻包，錯。茶麻包喎，一個雞麻泡哦，大家有寫出來哈。第二呢，茶位嘅茶讀雞絲哦，茶字呢，一個喝茶嘅茶上啊，有個茶字哦，茶字。第17，迅速的迅啊，讀迅，又讀迅。迅同新兩音嘛嚇，迅同新冇同嘅拗事啦。有兩音嘅時間先係講嚟嘅度，但是看上下文咯嚇嚟做結貼。一個詞嚇，好一歇一個詞解嘅詞，加上嘅腳趾那個腳趾片，出腳趾片，字中的意思，那叫多嘢嚇，氣等嚇，按叫做氣。可一氣啊，可一劇可以一劇哈，一個就進中醫的意思哈，中醫多六米就進的是做多六米嘅意思，兩個意思都相同。其實叫一個不大關於就一不一個大呢，這個佢唔太嘅啊，嚇，這發育不良嘅樣嘅，就太本是講社會嘅方面，社咧就講斬係斬固
者嘛，一個都天意呢，者一個就講啊，一個者一個者，體積上也可能是海陸同西洋呢中間嘅語言嘅差別啦。一個我哋諗個者哦，個者呢兩個都做得嗱嚇。第20吃茶，一個茶器用嘅東西啊，茶菜，睇吧嘅夾菜啊，個茶菜。第一個講少言個，第二呢就講炒茶嘅茶，茶呗就蔬菜嘅，因為特別河川鄉有個沙菇茶呢就是綿嘅可以燒火嘅啊，叫做沙菇茶。茶呗呢就一般細條嘅樹木嘅一支啊。好，第下嘅呢有紅油絲香。紅雞馬泡，也主要唔係夠大家嚟讀四色牌啦嚇。四色牌有哪四色呢？鳳凰長柏係四色。那個鳳油有黃油嚇，烏同長柏嘅呢有那個烏油絲香、長油絲香安尼嚇。佢亦就讀嘅帥呢讀油絲香雞馬泡。烏油絲香嗰呢，一個咪想用雞馬泡，一個突發像大家一個雖然是讀過嘅四色牌，大四色嘅一個屬語，但是也要了解嘅屬語，好，再看到體力部分呢，體力部分呢，四有兩音嘅破音式，第一個呢。電視嗰個電視嘅電，個電嘅是計時嘅意思，電，另外一個電嘅特音甜都甜嘅，兩個都甜嘅啊。一個有讀電，有讀甜，特音啊，甜，特音甜啊呢。好，20一個呢聲音一個能鼓上出來嘅能和能，其他嘅還有其他能嘅音嚇，蘇能嘅能嚇，能豆嘅能豆是乜嘅意思呢？是指講啊，一個能啊，能水嘅粥啊，能豆嘅河安尼嚇。第二呢，有讀古音嘅語，一個釀造出來嘅豆腐語啊，唔好講豆腐能啦嚇，豆腐語嘅語都係。同本來嘅就是讀能，但是讀嚟嘅古音式變成語啊。第三，詩呢一個勞力嘅，就按照一個做事唔係勞力嘅，職務上嘅東西詩嗌嚟做事，事務多擔就是事情嘅麻煩。第二呢就寫工作勞力嘅，就讀寫，勞是咩呢？就讀詩。做事同做寫唔相同啊！嚇，第四嘅詩嘅睇詩嘅詩啊，嘅讀也這個體音呢，就詩愛曬那個曬嚇。第二個呢詩就詩人都用嘅詩嚇，詩人用嘅文人嘅意思，詩人就是小詩嘅。是公有的意思啊，公有啊。第五，提供的供，嗰陣呢，供各以問供，就供給的意思，供給的意思啊，嚇，如求供，問求供，好，求供，各以問供啊，供生人嘅供啊，供生人嘅供啊。供就求供嘅供就是個供生人嘅供，一個成樣嘅意思啊！嚇，也係用個降落傘嘅降啊，也就是啊冇嘛對啊！嚇，平常嘅人是用供，神仙佛祖用降啊，降凡下世，降下凡間嚟出世嚇。第六，量有讀
那个两有两年，一春的时间两三两半斤八两是一样的意思啦哈。第二呢，两片啊，两个人啊。第四呢，就是工具的具，个器托器，也一般的名词是器，一个器很完备啊，quấy完皮啊，器皮一个四维八德咯，人才quấy好哦，器皮哈。器就是我们买东西的器啊，工具。第八，可以的客呢，客就是客爱的啊，艰苦的意思。客，看呢，刻苦耐劳哦，客啊，一个也可以用嘅就是啊，哈，一个看，本人看的看啊。就是15分钟哦，为一刻，叫做一看啊，一看15分钟为一刻，刻样钟咯，刻一看，各位乡亲大家，一个中国嘅民生考试也得话，破音字也一定会出的哈，非常的重要。第九，声音的声客家话，就吃安成啊，进程啦哈，一个不同族群都。所呈嘅聲音唔相同哦，我哋客家人個痛苦嘅時候，哎呦哦，一個國語呢，哎呦喂，這樣子啊，河洛話呢，哎呦喂，一個就講不同族群產嘅聲音嘛，也有所不同啊。第二呢，就神一個。神同情啊，也有是把跟心中有痛苦，口中发出的声音嘛，叫做神啊。好，第十，口试咗出事呢，就代，口试咗出事代言咯，見代言，喺你一樣嘅，一個代言。代呢就睇上嚟嘛，啊，一個代言。就是搶聲啊！好，第11個火啊，就配合的意思火，個東西拿來火嚟可能好嘛，比較嚟也配合到好嘛，這個中燒火啊，個好那個，先嚟燒之前先嚟火鍋你譬啷來燒。燒呢篇啷嚟煮啊？中燒火本人嚟出名啊！嗬，中燒火名啊，真好，真好。成起火鍋啷嚟燒以後呢，啷嚟做啊？但是另外一個和尚啊，冇得和尚啊，和尚啊，好，和尚冇個嗌啊，一個有親切的意思哈，一個嗌啊，一個和尚是誰來嘅？實在人哈，第12呢啊，關於個呢語詞，聽得你呢啊，狀聲詞哈啊，一個你奶奶講話不清楚哈，一個感嘆詞。第13命冇一樣命。生命有呢命外就命嘛。第12呢，這個命是你的意思，天賦一個可以講啊，共同得失啊，高命，一個命令嘅命啊，一個命有讀命令嘅命，一個言安尼哈。好，再看一個。一個雷射尾咧，就都講過嘅嗬。雷射尾咧，叫做雷射安尼嗬。再看一個垃圾，一個東西當動詞，雷射尾佢垃圾啊，雷射塔啊，垃圾塔啊，應該是一個雷射塔最垃圾嘅啊。垃圾車載的垃圾
来了，垃圾呗，垃圾茶，最垃圾垃圾茶，垃圾的东西就出来，好垃圾。嗰澳洲嘅茶就垃圾茶啊。ที่15鹽ทุก鹽複鹽嗰夾嘅意思鹽同一個西施品嘅嗰鹽身體嗰藥同鹽哦鹽意思就鹽同鹽同鹽有兩字嘛哦看上下喎，這個咩阿妹嘅妹50分就妹。有讀母，師母冇讀師妹哦，各位鄉親大家注意哈。個讀母同妹有兩言啊。第17、18，這阿姐嘅姐阿姐嘅姐呢，字阿字字長字數嘅頭有讀字數嘅字哈，一個讀字同字有兩言。字字長也冇講字長，字數字數也有一個英文咯。第18，屈原的屈呢，可以為屈原屈原也像屈原這個屈原可為屈嗰個委屈不順嘅就屈原忘嘅意思啦。再看嘅大學嘅年有這個年度這個頭虎儀也兩隻字，也就是頭虎儀兩個寫，各位鄉親大家要注意，今日時間的關係，就講到這個神夢大家，感謝你，再見，張國了，謝謝。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下文化。